那咱这个老师咱样子大对象，因为听到这老师的心声，虽然咱无法度这个道理内底观众听，但是老师拢借着这个歌来看到咱内心世界。他的彩虹停停的不再起，随着太阳高起回忆，可怜的有平心。我不应该会快乐，心里了多满眼，云幻难归流。寒秋的爱云体，结束永平安。但愿缘分的安排，何求难又难。那未来的温暖天开，为求相会出海。有青春不留空谈，也是爱情难。山河里某夕，已经难尽。月出山梯，下回酒意。秋寒秋顺月天地。来个清风摇曳，呼吸存在心底，小小的爱意。所以第一方呢来讲，咱哪会在乎音乐在这？所以呢，其实咱会去想吼，为什么咱来这个世间？来这个世间真正的意义甲目标是伫对。有当时啊，咱会去思考，我该互阮爸爸妈妈生，啊，我插这个人做阿公母仔，还是生这个子女，迄敢有因缘？哦，绝对有因缘啊！但是你伫这个因缘当中，咱拢
受着家庭啦、事业啦，而且咧走总，而且咧无闲。咱有使命来，咱家己毋知影；咱有责任来，咱嘛毋知影；咱有义务来，咱嘛毋知影；咱有要替上天做人过，咱嘛毋知影。因为你每日就是追求三顿事业、家庭，而且咧无闲啊，而且咧转，所以较早咧过去咧，有一个小沙弥，伊倒来说，伊吼有咱足侪问题，上较早伊小和尚，足侪问题拢咧问因师父啊，问因师父呢，因师父拢甲解说了足清楚诶。有一日呢，伊就落来山骹，看到一只牛呢，伊就马上走转去甲因师父问啊，讲师父，为什么团转啊？因师父咧食，大家讲诶，迄个食米食羊比咧食米较济，行过桥咧比行过路较济嘛。因师父就甲讲，只因绳不断。咱知影较早迄牛吼，用别个牛膝仔遐顶伫遐，伊就是伫遐咧洗嘛。为什么伊伫遐洗？因为有一条绳仔甲卖掉诶嘛，所以伊洗诶范围拢是伫遐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咱人嘛拢有一个业力要甲咱牵，互你伫遮牵到你毋知讲世间。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就咱刚说过的，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假的？现在你看是真的，20年、30年未必是真的。现在你看到的不是真的，20年、30年或许会变真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当你这个风尘，你才定位唔知清。所以互我呢，有当时啊，定位才怪迄个咱迄个上师傅咧讲的，讲人爱明理，明理较袂去互骗去啊。所以过去咧，我咧甲咱讲，分参众生伊的差别差伫对。恁家己小可想一下，分参众生的差别差伫对。众生拢是为家己，众生拢是为家己。我为着我的家庭，我这个家庭若好就好。但是分伊的差别伫对，分差别，伊是拢为着众生。所以咱前辈者时常咧讲，众生食饭，拢为着家己的头路咧走走，家己的生死咧走走啦。若阮呢食家己的饭，烦恼众生的生死袂当解决，你敢对？拢敢若无啥分别咧，敢对？所以分参众生差别就是伫遮，众生拢为咱家己，分拢为咱众生。所以你也看咱伫道中，为什么咱拢爱叫咱的兄弟姊妹，你着爱去度人，爱救人？救人有遐尔简单无？无遐尔简单。有当时啊，你要救人，咱嘛无啥互你救啊。所以较早咧，有一个故事来讲，有一个阿婆啊，伊住伫一个湖边就对啦。伊住伫湖边，伊即摆做生意要，迄人若有想袂开吼，要来咱厝啥，伊拢会甲补课啦。讲啊，生命足
宝贵的，你就唔当为着啥物小可代志呢，来死断路就对啦。好，我大家看到这个阿婆啊，遮尔啊好心，遮尔啊诚心，哦，就较奖励，就较鼓励就对啦。啊，即摆伊一个句呢，哦，伊就是安尼做，做到一个句呢，到尾啊感觉讲，最近呢，较会拢无人想要来自杀啊。当然，迄个集中呢，哦，所以你来看，要救人一命，无简单。但是你若渡一个人来救倒，你敢知影你救伊偌济人？咱就用一本这事实来讲，一触即得，丢贤七祖请将光阴；一触心得，丢贤七祖请侥幸。你丢因一家伙仔的祖先呢，丢贤七祖呢，安尼渡人来救倒的功德有大无？安尼渡人无？是啊，真正咧手艺通倒就是安尼。安尼讲救人一命胜造700个浮屠嘛。啊，你救人一个性命，伊的人性会当脱离这个苦海，你的功德有大大。所以咱先好来讲，为什么咱爱渡人来救倒？因为众生因你而得，众生因你而得救。但是你因众生而成就，因为你就是渡人救人，所以你才有成就果位。咱唔敢讲要成佛，但是咱爱有成就果位，对不对？无咱要安怎去成就？就是你伫日常生活当中，你会当食家己的饭，烦恼众生的工课吗？咱做一前辈者嘛拢是安尼，为什么爱去奉献？为什么爱去度人？就是伊慈悲心的流露，唔甘众生，唔知影人切无嘛，所以爱去甲度化，爱去甲讲道理，互伊明白，伊较知影人生真正的意义是伫对，伊较知影人生真正的价值是伫对啦。哦，所以呢，老师开来讲，每日的水太阳讲，一日过一日，一月过一日，过一月，一年过一月，过一年。那安尼咱的人生是足可怜的呢。哦，咱会白来人世间一逝，咱唔知讲真要做人不简单呢。哦，像我就较慢慢生一个。生一个尔呢，袂阁唔生呢，对不对？所以真人业牌要来出世做人的有哪就伫遐排队对不对？所以有当时咱爱好好保守，我即摆还阁有即个人生在的，咱唔通阁像社会人讲，我18年后阁是一条好汉，唔是咱咧做主的呢。18年后，毋是你咧做主的呢，咱咧做主的就是即摆，咱会当做主。我要来修行学道，我要来改变我家己。而且当初嘛有讲啊，你要改变你的命运，首先爱改变你的脾气毛病，改变你的心境。你较有法度改变你的命运呢？若无命运无法度人去改。所以过去有一个少年人，伊去问一个上师啦，伊讲咱人的性命敢会当改变？迄个上师啊讲袂当改变，像迄个少年袂当改变的时阵，我拼甲遮济物件要创啥？但是迄个上师呢，就点点行起来。手甲牵起来，甲讲，
条是生命线，这条事业线，这条音乐线，咱手当中拢有分嘛吼。所以伊叫伊手老安，手搁较老安，意思咱知影无？一切拢是你家己咧做主，别人无法度甲你改变。哎，咱知？你的命运，你若无改变，别人无法度甲你改变。哦，咱爱会，甲拄仔迄个讲师有讲咱迄个理念爱正确。当然，理念正确，迄个讲师无甲咱讲一个标准的答案，拢是伫咱的心中家己做主。哦，你家己若无要吃，也无好，别人无法度甲你改变。就亲像佛法提出来讲，你若无买来运动就对啦。正菩萨佛甲你讲来，你嘛讲袂来，对不对？啊，就是咱有迄个认知，所以咱要来试学看卖啊，试学习看卖啊，试改变看卖啊。有当时啊，有改变，较有转机。你若无改变，绝对无转机。所以咱咧讲来讲，要安怎甲危机变转机，你就是爱改变。若无改变的话，一切拢照原。咱来讲，从原可就对啦，照原嘛。哦，所以伫即个改变的过程当中，伊甲咱讲，咱袂使失去五伦八德。当然，咱有家己的脾气毛病啊。哦，家己的脾气毛病若无改变，就命运要改变就困难。啊，人生过程当中，上基本的就是五伦八德。咱迄个五伦八德一定爱守好条。若无的话呢，要等于西方极乐世界，要等于面貌就有困难。第二，咱修道爱认真，提出勇气来。咱的命运天安排，好求咱做人，为大家奔走天涯，为救才会出苦海。有时拄着风台，嘛着带领啊。当然，在修行的过程当中，咱爱认真，咱的心志爱足坚定，咱爱有一个目标。哦，这个目标其实呢足简单嘛。当时啊讲哦，咱来有先定一个目标。我今仔日要改变家己，我分要改，我手要改，我讲话3字经我嘛爱改。家己爱有互家己一个目标呢，毋通来听道理听的讲，你着上转去。从原课文中教完的，那安尼，大拄仔下早讲师甲咱讲，咱呢啊无听入心灵的赞助。其实道理你若有听入心灵的赞助，你家己自然流露出来，你就是会去改变啊。若无的话，道理听较济，咱若无改变。叫做听从理，哦，叫做听从理。所以呢，咱有当时爱去想，我爱去想啦。哦，信徒参信书有啥物差别？哦，咱咧讲诶，信徒，信书有啥物差别？哦，我来讲一个小故事啦。甲有一个老太太，伊足诚心咧信佛咧，啊伊一生诶嘛足好善乐施就对啦，做人嘛足好就对啦，啊心肠嘛足好就对啦。啊因遐拄啊有一间佛寺，哦因遐有一间，伊若下早时啊起来咧，拢爱去即个佛寺拜拜就对啦。啊伊拜拜呢3支香寄起来。
就甲阮讲啊，讲阮啊，我是足诚心诚意咧信仰你的。啊，你着爱保庇阮全家大细安尼，拢平安无代志。啊，我已经食到100年纪啊吼，看你啥物时阵要甲我带转去吼，我拢插你转去。哦，伊足诚心诶，三年乡野个就是安尼咧求对啦。啊，求哦，1日安尼，啊2日安尼，啊3日安尼，5日安尼。哦，啊内底有一个小三米咧，哦，听着即个老太太遮诚心就对啦，伊即摆就走来咧喷声的后壁就对啦。哦，啊等到佫有一个人，迄个老太太，一个早又过来啊，哦啊三支香叶过来，哦就拜啊，讲佛啊，我是诚心咧信仰你的，哦啊你着保庇阮全家大细汉的平安无代志。啊，看你啥物时阵要甲我，我已经食到100年纪啊！啊，看你啥物时阵呢要甲我带转去呢？讲无要紧就对啦。哦，啊，即个小三咪听着即个老太太安尼讲，伊就开嘴啊，讲老太太啊，我啥物时阵要甲你带转去？你真正会当带我转去吗？哦，即个老太太足心心满满的，哦，是啊。啊，若安尼，我银行呢就来带你转去。我迄老太太常常听着讲银行要来带伊转去，惊一个啦。迄叫做信徒。我感觉讲这叫做信徒。有当时啊，咱欢喜讲，若往生的时阵呢，大家拢希望互佛祖带转去西方极乐世界啊。对一个无希望，100岁年后呢，互佛祖带转去。我相信可以好嘛，但是真正要甲你带转啊，你阁无爱，对不对？真正要甲你带转，你阁无爱，这叫做信徒。啊，若信徒咧，哦，信徒就无共款来，信徒就讲，咱要来拜即尊佛菩萨，你首先你着爱去了解即尊佛菩萨。伊过去，有人是安怎成就佛的？你爱学伊的骹步，一步一步慢慢啊改变的。当然啊，做信徒会较简单啊，啊做信徒可能会较艰苦些。所以你也看一般的人做信徒的人较济，甘愿做信徒的人就较少。哦，所以。伫遮个过程当中，咱会去了解讲，哦，原来，而且当初讲的，落土八字命，咱的命中拢注定好好的。哦，但是呢，咱若伫修行学道的过程当中，你着毋免烦恼你的命运，因为你的命运上天会甲你安排好好。所以咱时常咧讲的一句话。花若盛开，蝴蝶自来；人若精彩，天自安排。好，咱是无咧为众生做工课，上天较袂甲咱安排。啊，咱若拢为着众生兄弟姊妹的生死，要互伊会当由苦海跳起来，上天自然就会甲你安排好势。所以你啊看过去足一咱以前过者，伊拢身体上嘛拢有空天，有无好的镜头，但是只要发愿，像会遮讲啊讲，业力只有愿力可以抵挡，业力的啥物人就无法度甲咱消，就亲像会遮讲师讲啊讲，哦。你去对哦，相命会改变命运，你家己若无改变，命运袂改变。业力嘛共款，你家己若无来修行学道，你知影要安怎去消你的苦业，消你的业障，啥物人都无法度甲你消。跟迄个翁仔妈佛祖嘛共款。
所以咱时常咧讲修行学道，讲修讲艺，无修无艺。只有你家己肯愿意修，愿意用，迄才是你的啊。若无别人拢无法度甲你改变。所以为大道奔走天界。所以你也讲为什咱福建人，咱点传师，迄个逐个月咧拢爱开放去，拢爱去外国开放啊，因为着啥物？为着要救度兄弟姊妹，才出离即个苦海。所以咱看观世菩萨，观世菩萨，咱得着三宝有讲过。观世菩萨有一个佛像叫做抱一个囡仔，咱拢称为叫做送子观音。所以咱阿仔我诶，若结婚了，无生子女诶，拢会去拜即个送子观音，希望伊送子观音会当送一个囡仔互伊啊。但是咱若去回想回来，观世菩萨也无结婚。为什么伊要抱一个囡仔？证明着讲，咱求道，若无手抱婴儿，我会再讲，我咱十年第二安怎说？遮怀中报，自害就是一个囡仔。你若无来求道，你绝对唔知影即个第三宝的意思。你若手抱孩童，你就会当脱离开着即个苦海。过去先佛袂当摄入天地，因拢用即个相咧甲咱提示。只是咱逐拄仔讲的，众生迷茫，唔知切，唔知影人体悟，唔知影人感悟，所以你才咧评论，所以你才咧迷茫。所以真正咱今仔去求道，若毋是道真、理真、天命真，咱也无咧修行啊。咱一个凡夫俗子啦，你较有可能达到你愿望的。你也想过去，迄个孔子的学生3000弟子，72贤人，较一个得到孔子的成法。咱听讲孔子头一个学生叫做颜回，颜回32岁就归孔子信任，较搁传互亲子呢。迄是一个传互一个呢，毋是像讲即摆讲有遐济人要求道，来头前规个点传书甲点起安尼尔。较早要修行啊，足困难。要得到迄个身份嘛，足困难。所以呢，伫即个修行学的过程当中，咱会拢拄着方方雨雨。一个人人生过程当中，无可能拢顺境的，嘛无可能拢逆境啦。但是伫顺境的当中，你着爱思考啊。我伫顺境的当中是上天慈悲。我无受到考验，无互我受到挫折，你更加搁爱拍拼，因为你比别人较有福报，你比别人较有智慧，你若无搁认真，无搁拍拼，辜负上天互你遮尔啊济福报。安尼无讲，单仔讲，人较贤毋值天一尾呢，像咱台议员。你也看，伊身体作用了，敢对？伊退休，伊即摆换伊囝咧做议员嘛，伊退休无做。但是无做诶话，伊若无好把握伊是性命就对啦。迄性命毋是咱咧做主诶呢，话无去就无去诶呢，毋是讲你人即摆作用就袂安怎呢？咱无迄个信任，咱甲咱讲，人生无常。伫即个无常当中，你爱去体认着你的生命，毋是
所以爱把握当下，这个当下足重要。当下即是当，因为你若无把握，时间流逝过，又袂倒转来。上紧就要11点半，11点咱敢做机会倒转来？11点咱即马就机会倒转来。所以你个当下有重要，有重要。你个念头绝对足重要。所以在修行过程当中，咱会拄着考验，咱会拄着测验，咱会拄着磨练，咱爱家己有迄个智慧，人去承受。我感觉这拢是上天要考验一个人的智慧，一个人的耐力，一个人的意志力。若无的话，白白咧读册，为什么爱考试？上天若分考试单予你，你就知影人爱安怎写。每一个人的考试单绝对拢无共款，咱唔通相比较。重点就是讲，你拄着问题来，你要怎去解决？我感觉唔是用解决，爱用化解。所以你也看咱咧讲迄个大事化小事，无迄个人咧讲大事解决变小事，对不对？爱用化的功夫，你若无用化的功夫，解决袂了。所以咱讲话大事化小事，小事化无事嘛，爱用化的功夫。所以呢，伫修行当中呢，咱一切拢是忍耐。第三段，三山好情而无事，一定6万年。今天拄着出三义，才袂应上义。手牵手顺着天理，以待因成反了义。迄时阵在好身边，逍遥弯弯。咱过去这是三山好情。咱本地拢是西方一分子。咱本地拢是西方一分子，基因人缘的第一基因冲锋为仁爱。咱本地拢是西方的一分子啊。若无的话，不管一般人世俗啦若100岁年老拢要转去西方，就亲像讲，一个爸母甲祖囝嫁去入别野，伊有一个娘家嘛，若三不五时就转来娘家嘛，回娘家嘛。咱灵性这是肉体，咱灵性嘛有一个老母娘，咱拢是老母娘遐来，已经6万年咱拢毋捌转去看咱的老母娘，那安尼咱有可能无？所以上天降下这个真理天道，这个三义的青阳旗、青阳旗、青阳旗、红阳旗、白阳旗，咱是有迄个缘分拄着大开国度咧，无咱才有迄个因缘通求道，咱才有迄个因缘通修道，无啦，咱嘛是参一般人安尼共款。醉生梦死，咱唔知影家己的灵性的归处是毋对啦。若无接触三义大开国度，上天之悲，真道降世，互咱知影讲，阁有一条路会当转去，无咱拢面对倒轮回呢。所以咱老师甲咱讲，世间啥物上难过，互咱家己去。生老病死嘛，生老病死嘛艰苦啦。但是咱这讲话，我先甲咱讲，你若对路六道轮回更加艰苦。
600多年安尼，啊好佳在三世优秀，在座足各位一年咱三世优秀，即世才会当求得。这毋是互我讲的哦，这是咱郑成功大师讲的，安尼。要拄到即个三期大家普渡，无简单呢。前50年拄袂着呢，后50年毋知阁有无，咱嘛毋知影呢。哦，就亲像讲，一年当中，啥物时阵咧普渡？中文普渡。7月嘛，对不对？7月才有咧普渡尔呢。啊，7月若过，8月才有咧普渡，有啦。六月以前才有咧普渡，嘛无呢。敢7月即个时间咧普渡尔呢？咱去遐思考即个问题咯。啊，为啥物8月15，大家讲要伫外口赏月亮？迄叫做收圆呢，收圆呢。8月15，毋是叫你遐看月亮足水的呢，迄是一个时机的转变，咱会晓去体会呢。所以过去的人讲，天天上行作用，天有迄个星要互来看，咱爱家己去体会呢。所以咱拄仔迄个讲书来讲，啥物是正确的理念？互我感觉讲，这是互我的感觉咯。如果合乎自然、自然就对啦，就是正确的理念。如果无下着自然的理念，无下着自然就对啦，就毋是正确的理念。就亲像咱咧往来啊，往来啥物叫做自然？你一定爱写批才会当食吧？你若无自然，你就去往来要安怎行？迄就无自然啊嘛，啊无自然就无道啊嘛。所以咱我刚出来咧讲，万项代志拢有道。写出食做米，食果子嘛有道，茶嘛有道，椅仔嘛有道，所有咱看到的拢有道。哦，所以伫这个因缘当中，咱较会当去了解这个哦，为什么要度人、救人？毋是讲咱骗就好啊，咱嘛会烦恼咱的兄弟姊妹，伊袂当得救啊。所以咱身为一个家庭的一份子，咱若无度咱的子女，无度咱的亲情朋友来求道，你的责任袂了，因为迄是你的使命，因为迄是你的责任。你毋通讲哦啊，我著有哪前辈才叫我来，我著来，哦啊，闭班我著转去。其实，咱爱看到咱的子女，咱的另外一半也好，甲鼓励、甲宣传，会当互伊求道上介好，会当互伊来听道理，更加搁较好。安尼大家讲好唔好啊？好。真正呢，因为我感觉讲，咱身为家庭的一份子，无带动咱的子女出来，足可惜。无甲遮好的道，报互兄弟姊妹听，会当来求道，那足可惜啦。哦，所以咱讲电视时常爱讲，你看到人就爱讲，有讲就有机会，无讲完全无机会。就亲像咧斗人球共款。你球爱弹出去，有落来款无来款拢无要紧，但是你弹10粒弹上无嘛球1粒，啊你若拢无弹，拢无机会。咱咧道人嘛共款呢，看人就要招伊来拜拜，伊陪饭，目镜仔只要你有回嘴，
伊有来就是度我有功，伊若无来，最起码你嘛劝我有功。所以咱的德性是慢慢堆积起来的。跪田圣佛、圣莲仙佛、诸佛菩萨，伊嘛是拢安尼一点一滴，一卡无一卡印，慢慢累积起来。哦，所以呢，咱即届有一个口号：嘴若开，脚若行。咱拢嘴拢开啊，都讲一摆好无？嘴若开。真的啊，对。真的我说。真正诶，我感觉真正有需要。咱讲拄着人会歹势，会歹势讲啊，我来拜拜，求转我你拢唔知，会改变咱诶命运，会改变咱诶脾气。咱讲无甲社会物件讲互咱诶亲正朋友听啦。啊，互我无要耽误时间，咱过来笑一摆吼。